正义需要强大的武功。皮夹克一天潜行修行，却发现外面异常热闹。原来一场决定武林盟主的武斗大会即将展开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克克客栈克卡克店。今天我们从小被教育要温文儒雅，好好读书，什么打打杀杀的功夫私情，只能是看看武侠小说或是电影过干瘾。但台湾曾经可是武功盛行，呵呵哈嘿呀！大金国统治初期，政府力量暖暖 QQ， 更别说是平定动乱了，就连地方治安都搞不定啊！所以台湾人只能自立自强，自己的家园当然就自己扛。当时的台湾可说是民风雄跳，随便抓个路人的拳脚功夫都是不得了。其中最有名气的就是柳堆这个地方，因为这里可是咪敏的发祥地啊！1721年，阿玛蒙族乙龟在南部起兵对抗政府，一阵乒乒乓乓，政府望风披靡，看不到族乙龟的车尾灯了。屏东平原的哈嘎楼主公为了保卫家乡，避免战火波及，自己组成了义勇兵团，在各个地方总共分成6队。后来为了有别于军队，就改谐音称为柳队，而这就是现在柳队的由来啦。每当有动乱发生，各队的兵团就会出动，并选出大总理来领导，这就是处队。即使没有处队的时候，平常也是习武锻炼，甚至到唐山聘请师傅传授武艺。那东向条给民风，东金龙给训练，东洋条给规矩，完全没有人敢把歪脑筋动到柳队头上啊！但到了1895年，什么都变了。日本人来到台湾，完全没办法接受民间武装力量的存在，这样一个武林重镇也就不得不解散了。最后留下来的就只剩下柳队这个地名而已啦。50年就这样过去了。到了1945年，二战落幕，一批从日本留学归国的柳队子弟，像是柳少行、戴风岭等人，他们觉得过去柳队的团结精神怎么可以长期被埋没掉呢？然后四处奔走，还请来末代柳队大总理的后代来登高一呼，这让柳队跟兵乓们都回来响应了。但新时代已经不需要弄刀耍枪，那就一起来运动吧。1948年，他们召开柳队爱国联谊会，同条一 K 运动大会。不过很可惜，隔年政府宣布戒严，运动会也就停办了。直到1966年，第2届运动会才在美浓开办，接着年年举办，而且一届比一届盛大，有了台舞上哈 KC 奥运的美称。长久的运动风气也让今天台湾体坛到处都可以看到柳队子弟在其中。柳队的地理位置横跨屏东、高雄2县市，在强大的凝聚力下，现在也几乎成为这2县市所有客家人的总称了。下次来到柳队，一起感受热情澎湃的体育盛会吧。说到这边，我们皮夹克无心插柳柳橙汁居然获得比武大会的优胜，成为武林盟主。他在思考下一步该如何是好。他是吴阿初，在某次柳队的比武大会上获得了优胜，得到了这颗石头。吴阿初把石头加热后，穿越时空就跑到这了。我是凌晨不缺，是时空管理者，任务是让这名时空旅人安稳地活在这世代。这是我第一次出任务，有点紧张。但老师说过，只要展现专业，人家就会相信你。使用专业模式。吴阿初，有被盯来更秒人哦。你是编号 C8711的时空旅人，因为加热时空之石，所以穿越到了100年后的未来。你是中二国中生吗？什么时空之石？我是时空管理者。你看我精致的证明文件，我才不是什么中二的国中生。被吓到讲不出话了吧？哦，还按钮哦。没想到还讲得出话来啊！专黑笨蛋的收菜嘛。不行，时间是不能重来的。给拿按钮改善哦。看来专业模式对他没什么用，只好切换模式了。切换温馨模式。虽然已经回不到过去了，但或许你可以回到你的故乡柳队。现在的习俗变成运动会了，擅长体力活的你，搞不好可以再次获得冠军。现在就开始训练跑步吧。你要回去吗？你的家乡柳队就在那个方向。总算是把任务完成了，我真是个天才。但好像哪里怪怪的。我的钱包呢？